Hello，好耐冇拍過嘢，係從 Mandalika 有直飛咗嚟上海出差。咁嗰日其實已經喺賽道跑咗圈，但係唔記得帶相機。今日落酒店樓下公園再試下跑，個腳仲係未好返，同埋喺 Mandalika 跌咗一跤。反正成身都係傷。OK， 特登着咗對睇 Hoka 嘅防水鞋，因為見到冇落雨，但係地面係濕嘅。呢附近有一個公園，我之前舊年啱啱開始跑步嗰時嚟跑過嘅，好多人跑步跑到塞車，好恐怖。但係今日微雨，未必有咁多人啦。跑過去睇下，呢度過去來回應該8公里度。今日湊夠10公里，好趕時間，嗱聲跑個步就上去沖涼食早餐，要出發做嘢啦。OK， 開跑，陣間講。OK， 跑咗1K 到就跑到過嚟呢個遠香湖公園啦。哇，冇人嘅，落雨啊，因為好舒服嘅呢度，因為喺度游野泳啊。之前啲鐵三啲人喺度游野泳啊，孭住個緊 P 重，哇，好跣啊，直地。咁我舊年啱啱跑步嘅時候，咁啱就出差過嚟上海，就喺呢度跑嘅。哇，好肥啊！嗰條鯉魚應該係，嚟即刻講就有人攞住個緊 P 重，嗱，對面都有好多鐵三嘅人喺度游水 ，nice！ 哇，呢度比再野嚟到游乾淨好多。遠處仲有好多個緊 P 重，我見到啦。嗰邊都仲有。咁好得意嘅係5月13號前2日，我嗰日冇跑步，就係跑步1週年。睇翻 Strava 嘅記錄，係2024年5月13號第一次跑步。跑咗2公里，心率170，就屋企樓下跑咗2公里，搞唔掂啦。所以平均配速係差唔多9分。嗰時好肥啊，嗰時仲係好高體重，所以時間就係咁樣過啦。有咩目標達唔達成？有冇參加到馬拉松？攞到咩成績？當然最好啦，但係唔係最主要。最主要都係自己嘅變化，更加健康，更加好嘅習慣，養成咗早睡早起。所有呢啲嘢，從餐飲食嘢就開始食得淡，食重口味少少都唔習慣，到每日都想搵啲機會喐下、運動下。到成個人瘦咗落嚟之後，又唔怕半夜打鼻鼾扯醒自己啊，又唔怕行2步路就成身汗，醃到啲大髀罅、手臂罅爛晒。所以呢個變化先係最正。哎呀，冇跑咁快，嗰啲新型止血貼啊！我俾大家睇下呢啲新型止血貼，又係架仔嘢。咁佢係可以黐喺到最多5日唔搣，直接跳過你結痂嘅過程，直接令傷口愈合。但係我已經換咗2次，因為嗰日喺賽道跑步太大汗，佢就全部啲液體啊流晒出嚟，逼不得已換咗個好貴，40幾蚊3塊。
佢就係你傷口啲液體流出嚟，佢就吸收佢，然後佢入邊永遠都係濕濕地咁嘅。佢有幾個注意點，就係你受傷之後擦破皮啦，當然就係呢啲外傷啦，即刻攞清水清洗，跟住唔好攞任何消毒水、藥膏去搽，直接就黐呢個嘢，呢個係關鍵呢一步。然後黐嘅時候，每日你可以觀察佢有冇發炎，即係紅腫啊，我哋叫發炎嘅話，就如果冇，就由得佢可以黐5日，佢就一直出呢啲好似白色嘅膿液咁樣嘅，就由得佢出。同埋黐完之後咧，好明顯感覺冇咁痛嘅個傷口位。哇！你睇仲有幾多緊 P 重？咁呢個止血貼好好用啊！即係可能出咗好耐，但係我哋冇發覺呢樣嘢。我喺 Mandalika 臨走嗰日揸摩托車喺啲泥度炒咗車，陰公又搞到幾處外傷，膝頭哥啊、腳腕啊，唉，一波未停啊！真係嗰個左腳，我都唔知究竟咩問題，都仲未好翻。一跑咗痛，一跑到痛，呢個問題都未好翻，又嚟啲外傷。但係唔焦慮噶啦，而家真係唔焦慮噶啦，慢慢跑，將自己個跑步呢件事越睇越長遠，所以零焦慮。我嗰個跑賽道好得意，跑4分44，同 Mandalika 嗰個配速一模一樣，175心率平均跑落嚟，個人係直頭跑到想嘔。我記得過年前我求其練一練，我已經係4分30幾跑半馬噶啦。嗰日喺賽場跑，即係你今個星期嚟到之後跑，唔係 Mandalika 嗰個，同 Mandalika 一模一樣配速4分44，都係5公里左右嘅賽道。哇！跑到想嘔。當然嗰日都好熱啦，5點幾鐘出去跑，晏晝。所以跑步真係一唔練，無限退步啊！今日慢跑，好，在地面好跣啊，慢慢跑。而家耳機都唔戴嘅，而家跑步，慢慢跑，吸下新空氣。就到個5公里就掉頭啦。OK， 等陣講啊，啱跑冇幾耐就開始落雨，一直落。個攝像機據聞係唔防水嘅，唔知翻咗會唔會壞咗。Anyway， 跑咗2圈呢個公園，8點幾 K， 其實係7點幾 K 啊，8 K 唔夠啊我諗，因為跑過嚟都公里嚟。係嘛，遠香湖啊！好，而家跑返酒店。OK， 心率都係偏高，又有受傷嘅位啦，又有隻腳痛嘅原因啦，亦有自己越跑量，我諗急速地到得返幾10 K 啦，等等嘅原因，一抬腿心率就高而家。今日仲要係落雨低溫，但係當然啦，個同等嘅配速會使多更多力，因為地好跣，所以唔好焦慮，繼續堅持。多與少，而家對我講已經冇辦法改變，最緊要堅持。一有少少空隙，就可以攝下啲時間跑下步。OK， 最近跑步拉筋都冇拉。好，跑返酒店仲有1 K 啊！咁啊，哇，真係唔知防唔防水。今日就咁先啦。今日跑跛隻腳，拜拜。